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的5月2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4节。约珥书第2章18节到29节。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到11节。今仔日的主题是这礼拜上介侪人讨论的一句话，叫做校正回归啦吼。我英语用 re-alive 啦吼，等下我会解说吼。台湾时间前礼拜六5月22号了后，差不多规个台湾的这个新闻啦吼，社群媒体啦吼，热烈滚滚吼，拢咧讨论这句话啦，叫做校正回归吼，这个词吼。当然也有正向甲负面的批评啦吼，足济安尼吼，拢充满占满安尼吼。当然，上时常看到反对的人士的讲法，就是讲哦，这是世界笑话啦吼，还是讲这个无诚实啦，还是讲这个咱的台湾的疫情的中心呢，想要来看败啦吼，还是讲创造新的名词啦，想要卸责任啦吼，等等这种批评吼一堆啦安尼吼。咱若准听遮尔济的批评，若无静落来好好思想的时阵吼，也是讲来看代志的原来的所发生的原因，真有可能着目花吼用袂清楚安尼吼。咱先莫讲遮个批评台湾即个卫福部的领导者，并且要求即个部长啊、即个长官落台的话吼。其实事实上呢，遮个话是咧打击家己的共党的执政者，比如讲新北市啦、台北市啦吼，因为问题是出伫因啦吼。即个问题是出伫即两个定开喙合喙，就咧讲吼。超前来部署啦吼，还是讲来准备啦吼，等等遮个吼。但是事实上呢，遮尔大，还是讲目前这个量吼，已经吼应付袂起啊啦吼，所以就只好拖，了后阁需要中央，还是讲咱咧讲的部长吼出来替因担罪安尼啦吼。一个人讲，这个是新创造的事，所以伊毋知影这个事啦吼，毋捌听过这个事吼。其实基本上呢，伫医学顶悬嘛有即种的用词，还是讲伫科学顶悬啦吼。对伫遮个人嘛，对伫日本的疫情无介了解啦吼。其实日本早就已经讲过安尼的讲法，还是讲因做过即种疫情的资料的校正吼，等等遮个。伫生活方面呢，这个事其实嘛毋是啥物新鲜的代志啊啦吼。为虾米呢？因为其实咱伫真济的代志顶悬，拢会去看到甲这相关的代志吼。比如讲早期，伫汽车无这个咱咧讲吼动力的这个限速路的时阵呢，学开车的人上重要吼。一项代志，除了打克拉机、打油以外，控制这个限速率是足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啦吼。伫古早无即种power steering， 就是讲自动的这个时阵，就爱随时开车，就爱校正回归吼。若无呢，车就真容易冲到伫路边啦吼，这是生活呢吼。现代咧，车若开几年了吼，汽车厂就会甲你讲啥，甲你建议安那，你爱去做前轮的定位校正哦，吼，这毋是校正回归，啥物会叫做校正回归呢？今仔日要来思考反省的，其实较是伫信仰的方面啦吼。那对这个事，也是讲这个事是新创造的，安怎吼？遮个人基本上是对基督教信仰足无了解的人，才会讲即种话啦吼。其实整个的圣经、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的中心，就是即4字校正回归。
咱检查会当用迄个英文，拄则讲 realive 重新搁活过来啦，return、repent， 这种是圣经的用语啦拢会使啦甚至咱咧讲伫以色列人甲上帝的关系，就是安尼嘛，离开犯罪，然后安那倒转来甲上帝行做伙嘛。是毋是咱嘛会当用伫耶稣的 resurrection 搁活顶悬嘛？耶稣的搁活敢毋是教正回归吗？撒旦人会歹意要甲耶稣用互死，耶稣用上帝的权柄校正回归搁活甲错误来校正，承认错误，回归到这个正确的资料，也是讲伫信仰顶悬、道路顶悬，这就是咱的信仰。约翰书第2章的经文解说这个校正回归的事，其实是非常的适合啦咱先来看这个先知安怎甲咱讲约翰书第2章18节到29节伊讲这个中间有看到无果也是讲果咱看18节讲上帝搁关怀伊的土地，怜悯伊的子民，搁关怀意思就是讲已经一站无关怀啊，所以即摆搁倒转来迄个关系顶悬，这个校正。目的是安那？目的是要互伊的子民以色列百姓无搁受这个侮辱所以是咧调整咧调整，这咱讲校正来第二个角度咧，互苦难来离开啦。为什么要互苦难离开？甲这个校正有啥关系？咱20节伊讲，伊要互放远来的这个草蜢队来离开恁，要将因赶到荒凉的所在前队要死入去伫死海，后队要伫地中海，因的尸体要臭甲满天安尼因加互恁的灾害我要毁灭因啊！所以这嘛是校正啊，正像草蜢作乱人受苦上帝的权柄来安那甲修正这个代志第三个角度，无搁惊啦土地毋免惊，着欢喜快乐。21节，因为上帝为着恁成就大事，走兽毋免惊，草场的青翠果子来结实济济，无花果、葡萄树，搁再生出水的水果，锡安的百姓着爱欢喜，为着上主恁的上帝来欢喜毋免搁惊，因为以色列人本来会惊，因伫迄个受着刑罚的状况的内底。第4，搁享受稳定的雨。我想咱现代伫加州的人，还是伫台湾的人，拢会当深深体会这是足重要的享受恁适量的雨，及时的雨，伊亲像以前安尼真多真满的春雨、秋雨。咱即马所需要就是安尼嘛，咱的天气已经变啦，改变啦，所以上帝爱来个替咱校正，搁来落雨互咱。因为安尼，过来就要丰收。第24节讲拍切场顶悬要满有五角这个咧做酒的这个座内底满有酒甲橄榄油啦迄几年我就要来我捌派这一队一队的草蜢食着恁的农作物，即摆要补偿你要看补偿就是校正将这丰盛的食物来互恁食较饱，恁着讹落上帝恁着讹落上帝，恁的上帝，这嘛是校正，因为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上帝即摆倒转来，为着恁成就奇事，我的子民永远无搁再受藐视这嘛是校正因为进前讲的过去拢受藐视轻视，所以着爱回归伫上帝。头前讲校正，即摆讲回归上，迄个目的。以色列迄个时阵，你就知我伫恁的中间，我是上帝，恁的上帝，除了我以外，无有别个啦。这个就是校正迄个以色列人过去的离开背景嘛。我的子民无搁再见笑。再来第7，
真做活人，搁一摆真做活人。28才讲安那，我要将我的灵魂灌伫每一人身上。恁的查某囝要宣告我的信息，恁的老人要做其伊的梦，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迄个时阵，我要将我的灵来灌压伫恁的奴仆甲女婢。逐个人拢活起来啊，有上帝的神嘛，所以教正回归甲上帝的关系，领受圣神的同在。当上帝搁一摆将圣神伊所灌压伫伊所恩待人的心上的时阵，人就要真做国外的活命，搁一摆回归伫上帝的道路顶悬，甲上帝结连。因为这个圣神，上帝搁一摆互每一个人信心。这个原本已经离开正道、离开上帝、失去仰望的人，有上帝大大的气力，会通来服侍人，来跟对上帝，这是回归吼。安尼记载伫旧约，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中间拢发生过。上帝一再差遣先知，知影以色列人中间就是因爱校正回归，行伫上帝真道顶悬。以赛亚书30章来做例，以色列人敬拜偶像，离开上帝的正道，上帝刑罚因，但是也找上这个先知呢来宣扬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期待因会当校正回归。圣经甲咱讲，主耶和华以色列圣的安尼讲，恁得到救是要来归回的安息。恁得到快乐是要伫安静安稳，恁竟然不肯吼。先知佫讲，主虽然将艰难来互恁做饼，用困苦来互恁做水，恁的教师却无搁再稳重。你的目睭要看见你的教师，你无论对倒位行，倒手边正手边，你要听见后壁有声讲，这是正路，要爱行伫迄个中间。这是以赛亚书30章的经文，甲咱讲的校正回归，行伫正道顶悬啦吼。现代基督徒呢，咱还阁要停止伫迄个所在来讨论校正回归吗？是要凸显咱的不足甲背景吗？或者是讲，咱需要亲像大多数教会伫今仔日所做的网络的礼拜，勉励信徒好好啊，伫厝里配合防疫，做美好的见证，甲政府做伙努力抗疫，活出迄个被上帝校正、回归伫上帝正道的生命见证吗？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5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到34节，约珥书第2章18到29节，哥林多前书第12章4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最近非常热烈被讨论的，叫做校正回归。台湾时间在上个礼拜六5月22号之后呢，整个台湾的舆论、社群媒体沸沸扬扬的在讨论着一个标题，叫做“校正回归”这个词。当然，我们知道，这在批评讨论总是正向也有负向批评都有非常多，满天飞。那最常看到所谓的反对人士的说法，就是说，哎呦，这是世界笑话，说什么这个防疫中心这个不诚实然后想要盖牌创造新名词，想要卸责等等的。若是我们不安静下来思想，看看事情的原委，可能真的就会眼目昏花，然后弄不清楚了被这些话语那我们先不讲说这些批评台湾卫福部领导并要求长官下台的话呢，其实到最后是在打击自己的同党的执政者啦因为其实这个事情是肇因于双北市呢，虽然首长口口声声超前部署，但是事实上证明却是
目前这样的能量，他们都已经处理不来了哈，没有办法及时的全数上报，最后还需要中央协助，然后呢替他们担当罪名这样子。如果说从科学的角度说，哎呦不懂得这个词。或是说没有听过这个词，这些人可能对医学或是在科学用词上面不是很熟悉啦哈。当然，牧师承认我也不熟悉，但是我们就不讨论它哈。那这样的人其实对目前世界的疫情，特别是日本前一阵子来讲也不太了解哈。其实日本早就做过这样的所谓的校正回归的疫情报告了哈。在生活方面呢，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的哈。这个迟早呢，真的是不是什么新鲜的了哈。非常非常早期，当汽车还没有动力方向盘的时代，在这个很多人在生活方面需要学开车，他们最重要的除了说加油门这个换挡之外呢，很重要就是要学习控制方向盘，因为没有动力方向盘的方向盘随时都要校正回归，否则的话呢，车子就非常容易的冲到路边去了。即便是现代有了这个我们说的动力方向盘有定位了，但是车子开了一阵子之后呢，几年之后，车厂总是会建议说，要回去做那个前轮的定位校正哦。好，那这不是校正回归，什么是校正回归呢？好，今天一起要来思想反省的，其实还是要回到信仰方面嘛哈。如果对这个词不熟悉，或是说根本没听过，那这样的人可能对基督教的信仰真的很不了解。基督教信仰整本圣经其实都在讲这件事情，校正回归。我们今天的英文的标题，牧师写了个 re-alive， 很少人用这个了哈。不过就是说跟它相同意思的，在圣经常用的 return 或是 repent 都可以。这些呢，都是圣经用来记载以色列人在早期跟上帝的关系，一下子离开上帝去拜偶像，一下子校正回归，再走到上帝的道路上面。我们甚至可以引用到这个 resurrection， 就是复活这件事情上面。耶稣基督在人的作为，在撒旦的作为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呢，复活是什么事？复活是校正撒旦的作为，回归到什么？上帝创造生命、救恩的这条路上。校正回归呢，其实坦白就是说，坦诚错误，然后将错误校正这个不就是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吗？认罪悔改嘛，回到上帝的真道上面，或是说回到正确的资料上面。约珥书第2章的经文来解释这个校正回归，其实我牧师觉得非常贴切啦齁。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旧约的时代几千年前这个先知约珥他所说的话。第2章18到29节，我们分几个点来看7个点。第一个呢，不再。从经文里面他说，上主再关怀他的土地，怜悯他的子民，再意思就是说已经没有了，所以再一次他回答他们，我要赐给你们五谷、美酒、橄榄油，你们将得到满足，别国不再羞辱你们。上帝再一次关怀以色列人，是因为别国不再羞辱他们，所以这是改变，拉回来，校正归回，使苦难远离。我们看20节，我要使北方来的黄队远离你们，
我要把他们赶到荒凉的地方，前队赶入死海，后队赶入地中海。他们的尸体臭气冲天。由于他们加给你们的灾害，我要毁灭他们。好，蝗虫基本上就是不是正确的事嘛，哈。可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开上帝，所以遇到这样的苦难，上帝要校正，然后要让以色列人不再受到这样的灾害，归回到祝福的生命。第三个，上帝这样的应许，目的是要叫以色列人不再害怕。他说：“土地啊，不要怕，要欢喜快乐，不要怕，要校正回来，欢喜快乐，因为上主为你们成就了大事。走兽啊，不要害怕，青草青翠碧绿啊，草场青翠碧绿，果树结实累累，无花果树、葡萄树再度出产佳果。西安人啊，要欢乐。OK， 回到上帝的喜乐里面，为上主你们的上帝作为欢心。第四个角度，赐下恩雨。我想这句话，我们在加州的人，或是在台湾今年现状的，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我们需要上帝来校正天气的走样，然后像经文说的，他要赐给你们适量的时雨，他像以前一样配降春霖秋雨。好，我们说的这个温室效应，天气走样了，所以我们祈求上帝赐下恩雨，是校正这个天气的走样，然后回到降雨的恩福里面。再次的丰收，当然降雨到最后就是丰收嘛，就像诗篇65篇经文一样哈。打谷场上堆满五谷啊，榨草里面溢出酒跟橄榄油啊。那几年我打发了一对对的蝗虫吃掉你们的农作物，我要补偿你们。补偿就是校正、回归或是归回哈。你们将有丰富的食物，饱餐足食。你们要赞美上主，你们的上帝，他为你们成就的奇事。我的子民永不再被藐视，不再被藐视。又回到前面第一点我们讲的，因为之前被藐视，就是归回啊，回归。那对这些的作为，这些上帝的应许，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回归上帝。27节说：“以色列啊，那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当中，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除了我没有别的。” OK， 要回到这个唯一的上帝，我的子民不再蒙羞。再讲一次，第7，要成为活人。以后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在每一个人身上。昨天是圣灵降临节，圣灵是在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是让我们回归。你们的儿女将宣告我的信息，你们的老年人将做奇异的梦，你们的年轻人要看见异象。那时我甚至要把我的灵倾注在奴仆、使女身上。当上帝再一次将圣灵赐给他所恩待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人们就要成为那复活的生命，再一次回归到上帝的道路上面，跟上帝连结。因为借着圣灵，上帝再度的赐给每一个人信心，让这些原本已经离开正道、远离上帝、失去盼望的人，有上帝大大的能力来服侍人，也跟随上帝。这样的记载，其实在旧约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当中都发生过。上帝一再的差遣先知以色列人当中，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校正回归，走到上帝的正道上面。以赛亚书30章为例，以色列人敬拜偶像，远离上帝的正道，上帝要惩戒他们，也差先知去宣扬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期待他们能够被校正，然后归回。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有志不肯。先知又说20节，主虽然以艰难给我当饼，以困苦给你们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有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校正归位。好啦，现在基督徒要怎么办？我们还要停在那边讨论校正回归这件事情这个词吗？在凸显我们自己的不足跟悖逆吗？或是我们需要如现在大多数的教会所做的网络礼拜，劝勉信徒要好好在家里配合防疫，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跟政府一起努力的抗疫，活出那美好的校正，回归上帝真道生命的见证呢？